5、4、3、2。哎呀，你已经破掉了，不要再唱了。好，5、4、3、2。哎呀，哎，破音吗？破音吗？好啊。 5、4、3、2。哎呀，你已经唱第3次了，还是不破？可以不要再唱了吗？对不起。 2。哎呀，你还没笑，你就家己底下笑。来啊！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，大家好，我就想来讲哦，哎，卖友求荣，卖国求利，买空卖空，挂羊头卖狗肉的宝岛叫卖哥。啊，你咧？我是什么都买的，买春买银，不是啊，我是买国币。哎，今天吼有一件好代志要甲咱报告。今天吼，在咱的2021年的3月31号，在台北的 Legacy。 那个是Legacy 啦，Legacy。哎，哪要创啥啦？你要讲好啦。遐有一个这个足好的活动，什么活动？有咱那是亚伟的梦，亚维啦，亚伟，我杨维嘞，亚伟的梦专辑演唱会啦，对啦，千万不要让我们亚维对啦，把他的梦遗留在外面。对啦，梦流嘛，对啦，梦流啦，梦流啦。对，啊，别啦，不会票嘞，简单后来，紧干单后来，打开我们的粉丝专页后来。 宝岛叫卖哥，叫卖哥的疯狂卖场，还有马国币的 Big， 哎，只要买袂到啊，还不会无，还无来 A01+1，你当做去遐买就有啊哦，啊，无买都买，可以的买，点下面那一条，哎，点下面那一条，不是这里啦，啊，下面那一条网址啦，我们影片下面有网址啦，好，你把看咋讲哎，来，影片下面网址就可以购票了哦，3月31号，台北 Legacy。 亚维的梦专辑演唱会，祝演唱会成功。